早起翻点过差不多2点外的时阵，伫桃园龟山区有一个放电池的仓库是熊熊导火，而且火势烧了真猛。消防局是赶紧出动31架拍火车，也阁有89个消防人员去现场拍火。买手仓库内底6栋的锂电池是全部拢烧了了，不过加在是无人伤亡。规栋铁片厝陷入火海，大火烧甲正旺，乌烟升起咧天边。桃园龟山区公安局一个电池储存仓库，找到透早2点外传出火警，消防局出动89位消防人员，消防车31台，也有2台救护车专门来救灾。就是2点多的时候，刚好要睡觉的时候，刚好看到外面窗户有在红红的火苗跑出来，就是最主要还是有红色的火花，就红色整个燃烧红色的灯，怕延烧过来。要搬到嘉义去要大生产了，这个的话今天晚上不见了，过来看到就差不多完了啦。面对熊熊大火，新竹人路线是受灾惨重。仓库内底藏的6栋的锂电池、10几台电动车、LED 灯全部救袂倒来。讲到仓库原本有保险，受疫情影响无营业，保险公司都袂当投保，所以都无保险，伊苦笑家己破产啊。大现场之后发现，现场已经全面燃烧，那里面并且放有大量的锂电池。那我们除了以那个强力的水柱进行火势攻击之外，另外还有积极的一个周界防护。消防局表示，火场是一层楼的铁片厝建筑，烧差不多150平方公尺，好佳在无人伤亡甲受困，确实起火原因爱去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